第34章第1節，利亞甲雅各所生的查某囝底那出去要見迄所在的查某囡仔，迄所在的牧伯希未人哈抹的囝示劍看見伊，就抾伊，甲伊三角困，凌辱伊。伊的心戀慕雅各的查某囝底那，聽這個查某囝用好話安慰伊。示劍甲伊的老爸哈抹講，求你甲我聘這個查某囡仔做某。雅各聽見伊拍拉散伊的查某囝底那，迄時伊遐個囝甲伊的前生佇山裡。雅各靜靜無做聲，聽候因倒來。示劍的老爸哈抹出來見雅各，要甲伊講話。雅各遐個囝聽見這個代志，就對山裡倒來，大家毋甘願，十分受氣。因為示劍佇以色列做出見笑的代志，甲雅各的查某囝三角困，這本是毋應該做的事。哈抹甲因參詳講，我的囝示劍的心恨無恁的查某囡仔，求恁將伊互我的囝做某，恁甲阮大家結親，恁通將恁的查某囝互阮，恁也通帶阮的查某囝。第10節。恁甲阮三角徛起，堆佇恁的面前，恁大遮徛，做成禮，見第產業。示劍對查某囡仔的老爸甲伊的兄弟講，願佇你的面前得到恩典。恁所對我講的，我要互恁。出在恁要對我討偌濟聘金甲禮物，我的確照恁所講的互恁。只有愛恁用查某囡仔，互我做某。雅各遐個囝因為示劍拍拉散因的小妹底那，就用奸詐的話來引示劍甲伊的老爸哈抹，對因講，將阮的小妹互無受割禮的人做某，這個代志阮袂做得，因為迄是阮的見笑。恁所有的查甫人，若攏受割禮，親像阮一樣。有只一項才通應允恁，阮就將阮的查某囝互恁，阮也帶恁的查某囝，阮就甲恁三角大，成做一個百姓。即使恁毋聽阮的話來受割禮，阮就帶阮的小妹來去。哈抹甲伊的囝示劍歡喜因的話，迄個少年人做這個代志，攏無延前，因為伊聽雅各的查某囝。閣伊佇因老爸的家第一尊貴。第20節，哈抹甲伊的囝示劍來到本城的門口，甲本城的人講：這個人甲咱和好，毋達到准因佇這個地徛起，做成禮，閣這個地也開闊，為永遠的因。咱通帶因的查某囝做某，也通將咱的查某囝嫁互因。獨獨就有一項，遐個才要允咱甲咱徛起，成做一個百姓，就是咱中間所有的查甫人，攏着受割禮，親像因受割禮一樣。伊的牛、羊、財產，甲一切的精生，檢無攏歸佇咱嘛，只有着允因就要甲咱大。既若對城門出來的人，攏聽趁哈抹甲伊的囝示劍的話，對安尼，既若對城門出來的查甫人，攏受割禮。到第3日，眾人當地痛疼的時，雅各兩個囝，就是底那的兄西面甲利未，攏行倒，趁人無張持來到城內，殺死攏總的查甫人，也用刀殺死哈抹甲伊的囝示劍。帶底那對示劍的厝出來就去。雅各遐個囝為着因小妹受拍拉散，就來到受害的人遐，搶劫因的城，搶因的羊群、牛群甲驢，以及城內甲田裡所有的，閣將因一切的貨物錢財、一切的囡仔甲婦人人，以及逐塊厝所有的，攏搶掠就去。第30節，雅各甲西面甲利未講：恁連累我，互我佇即所在徛起的百姓的中間，
就是伫迦南人甲比利洗人的中间有臭名，佮我的人也少，因的确自集来攻击我、拍我甲全家的人拢话灭无。因讲，伊兼通款待阮小妹，亲像枪击嘛。